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， 而家嚟到天象一期嘅白座意大維實用面積係617尺嘅3房，我哋一齊睇先。一入門口可以見到一個長方形下飯廳，飯廳呢個位置做咗獅字形嘅儲物櫃，客廳連住一個小露台，可以晾下衫、種下花草。坐向東南嘅景觀，遠處可以望到避風塘嘅海景。呢度係廚房，緊處嘅設計連住一個工作平台，做到廚房通風嘅效果。3間睡房分佈走廊嘅左右兩邊，呢間係主人房。左邊呢個位置預留咗一個衣櫃位，窗外嘅景觀同客廳一致，坐向東南，可以望到少少海景。右邊呢間睡房坐向東北，望返開揚嘅市景。左邊呢間睡房方正企理，坐向東南，開揚嘅景觀。浴室嘅空間闊落，保留原有浴缸嘅設計，新淨企理。